歡迎收睇港深置業全網評測最專業嘅頻道。大家好，我係阿森。珠海嘅海景豪宅大平層曾經一度單價38,000蚊，而家淪落到最低16,000幾，你就可以攞低，真係跌足50%。以往一套2700尺嘅大平層1000萬買入，而家一半價錢都唔使，二手掛牌基本係27,000及以上啦。但開發商如今背刺業主為咗回籠資金，價格直逼一字頭。咁到底係真實檢流定係陷阱呢？今日帶你實地去睇睇，大家先點個讚，我哋先上基礎信息。項目名稱叫做天神，位置處於香灣街道情侶北路，物業公司係深圳力獅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物業管理費為4蚊每平方。小區建築類型為板樓，有2棟超高層，共192戶，綠化率係35%，容積率係4.29%。戶型以大平層為主，尾貨主要係253平方嘅大平層，均價約17,000蚊到22,000蚊。二手房毛坯參考價約29,000蚊，一手價格有1萬嘅價差。呢個盤坐擁情侶北路黃金海岸線，背靠鳳凰山，面朝大海，行出去200米咧就到海天公園沙灘。朝早可以睇日出，夜晚亦都可以吹海風散步，隔住個海仲可以望到日月貝歌劇院。而配套方面更係一大亮點，旁邊就係中大五院，係現時整個珠海最優質嘅3甲級醫院，周邊都係省1級嘅中小學，樓下有街市、銀行，步行2公里到陽明廣場、海運城等大型商業，衣食住行咧喺樓下就可以搞掂啦。小區自身嘅配件亦都非常之豪華，有無邊際泳池、健身房、咖啡廳同老年活動中心，業主休閒娛樂有着落，車位配比達到1:1.8。唔使驚搶車位嘅煩惱，事不宜遲，而家即時上去睇睇先。哇，好老實講，喺成個珠海咁多海景房嚟講，咁靚嘅一線海景，我都係第一次上嚟。呢一度呢，屬於成個珠海最老嘅板塊嘅一啲豪宅區咧。最早割嗰窩韭菜可以講係，以前真係講緊1000萬嘅標就係呢個位置啦。現時可以望到日月貝歌劇院啦、港珠澳大橋，而樓下呢，就係呢一個海天公園啊，濕地公園啊，前面一路上去呢，就可以無縫咁連接我哋而家嘅城市客廳啦、城市陽台啦，仲有呢一個海邊泳場，所有嘅珠海最 hit 嘅旅遊景點都喺晒呢度，真係喺呢度係可以感覺睇到嚟到呢度就係度假，有呢一個 feel 嚇，非常非常之誇張，我都第一次上嚟，好老實講嚇，呢一種而家嘅價格呢，就相當之筍嘅，450幾萬啦，最平嘅單位當然係450幾萬，你就可以攞低。以前係真係講緊要過千你先可以攞低嘅一個單位嚟嘅。可以睇下啦，陽台呢度咧大概8米左右啊。我哋出嚟呢邊睇睇。嗱，呢個位咧，我哋入戶咧就會有一個雙開門啦。出邊係 lift 嚟嘅，跟住就係2梯2戶，淨係對2戶都係253平方嘅格局。入戶第一個位置咧就係你嘅前廳啦。前廳嘅話，你可以任由你自己去發揮啊。呢個位置你可以做翻一個玄關，我覺得咁樣比較符合設計嘅。佢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覺得係比較似90年代時興嘅一啲歐式，有少少歐式風格㗎嚇。而家會用翻簡約風或者係新中式多啲嚇。咁呢一度任你自己嘅佈局，做茶廳又得，或者係書包，或者係迎接嘅區域嘅休閒區域都係 OK 嘅。再到客廳啦，呢個位置開間嘅話，大概有8米左右，係非常之舒服嘅。我睇翻我哋嘅露台咧，頭先睇個位就係有8米嘅左右嘅露台，同呢個客廳係一模一樣嘅。可以再出嚟睇多一眼，真係你喺屋企就〜每日都係度假嘅感覺，下邊咧又有人話喺度劃帆船啦，沙灘喺度又有人遊玩緊啦。一行出陽台，呢個成個度假嘅氛圍係出晒嚟，相當舒服。OK， 再睇下呢邊咧就係飯廳啦。客廳過嚟呢一邊嘅話就係飯廳嚟嘅。咁呢一度咧做到10到12人左右嘅飯廳，你可以想像下喺呢一個位置望到一線嘅海景。有多朋友嘅宴請咧嚟到呢一度，真係非常之夠面子嘅。比而家好多嘅別墅咧都仲要 high 卡嚇。入嚟第一個位置呢度咧就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咁啊提供翻俾你食飯嘅一個客人啦去使用嚇。咁再到廚房呢邊嘅話有一面嘅一個酒櫃嘅牆嚇。廚房亦都做咗個中西式嘅島台，呢一度咧亦都比較適合你可以請到廚師嘅團隊，中西式嘅廚師團隊過嚟去煮一餐。
俾大家可以感受到咁靚海景嘅一間海鮮大餐，非常非常舒服。OK， 再睇埋休息區啊，呢亦都係第一次見253平方，只係做咗2間房，兩間房咧都係做套房嘅。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嗱，咁我哋到時咧我入嚟咧洗手間呢一度，其實個格局你可以睇個 size 得㗎啦啊，因為呢度係無坯交付嘅，到時你可以獨立嘅空間，你中意點樣去自己整都係冇問題嘅。入翻去休息區咧，三邊落床位呢啲就以前最多嘅就係呢種咁樣嘅比較歐式風格嘅一啲裝修，係比較舊式㗎啦。因為呢個樣板房咧睇到有啲係真係有啲年份㗎啦，而且可以睇下呢啲嗱都比較老舊。而自己做嘅話，真係要做翻好多，因為畢竟係屬於海邊咧，你都要做翻好多一啲處理啊，做翻好啲啊，咁可能會舒服啲。後邊咧就係鳳凰山嘅山景啦，咁跟住就係現時賣緊嘅城市溪谷啦，再加埋鳳凰公館啦，鳳凰公館就係尾貨嚟嘅，嗰邊就係靠近鳳凰山嘅，嗰邊啲樓咧就要去高樓層你先可以望到日月貝嘅海景嘅，咁咪望住有山景嘅，咁但係呢度嘅話咧都要賣到2萬幾蚊嘅新樓嚇，二手樓嘅成交價大概都係2萬幾蚊嘅，現時呢一度嘅掛牌價嘅二手咧都係要到29000幾嘅嚇。平均嘅價格，呢度仲有個露台嘅，好細嘅一個露台，可以出嚟睇睇。咁亦都係放翻呢一間房啦。咁望得更加清晰嘅鳳凰山嘅山景係環繞住呢一個位置嘅嚇，非常舒服。有山景有海景，呢邊係防火電梯嚟㗎，防火樓梯嚟嘅。OK， 入到嚟呢個位咧，咁你可以做書房啦。而家咁樣就係做個書房或者雜物房。睇埋呢一間房先係最勁爆嘅一間房啊！喺呢間房住入嚟呢一個位置都有個門廳嘅，呢一間房咧就無論海景、日月背景或者山景都包攬晒喺度㗎啦。住喺呢間房就係總統套房嘅享受啊！呢一度有張床之餘，床頭櫃好大嘅一個空間去做咗呢一種，亦都係比較老式嘅老前鋒嘅設計啊！跟住呢一邊嘅話咧，就係270度嘅景觀窗咧，就可以望到晒頭先所講嘅鳳凰山、城市溪谷、鳳凰公館、雲山環繞嘅感覺。跟住再到呢度咧，就相當誇張係嘛？一個超大嘅浴缸，你又可以坐住個浴缸，再去欣賞呢一個日月貝嘅景觀嘅，係非常之舒服㗎。好似頭先講到嘅一個價錢咧，就係對面而家城市溪谷、鳳凰公館都係賣緊2萬幾蚊嘅單價，呢一個係一手嘅成交價。跟住而家呢一度嘅話咧，就16000幾，即係1萬，你當佢17,000蚊啦，到2萬2嘅均價，真係可以講係低於過呢一個二手嘅掛牌價，所有嘅掛牌價甚至係成交價。我哋喺某貝咧查到一啲數據，成交價咧大概都要去到28000蚊左右一間無坯房，就係呢一個大平層嘅單位嚇。咁所以就係話對標嘅，我哋呢一個咁樣嘅 view。我覺得對標嘅唔好用大平層去對標啦，哪怕你要去到金灣呢個地方，你買一套別墅啊，仲要係聯排細間嘅，係多聯排別墅，保利天和都講緊400幾萬嘅一個總價，你裝修嘅話都要100幾200萬，但係喺呢度400幾萬你可以買到以前1000萬嘅嘢，1000萬你先可以享受嘅景觀，呢一個就算你以後再俾多1000萬，你都買唔到嘅 view。OK， 咁我哋而家咧棟樓下。同大家總結一下，如果你中意海景，預算又充足，而且係大家庭居住，呢個盤無論係地段、配套同埋居住舒適度都非常之優質。特別係注重醫療、生活便利嘅買家，而家呢個價格咧優勢係非常之突出嘅。但如果係預算有限嘅剛需客，或者係介意高容積率、怕潮濕嘅朋友，呢個盤可能就唔係你最佳嘅選擇。最後總結一句，呢個盤係有錢人嘅海景夢，而唔係普通人嘅安樂窩。優點好突出，但係缺點亦都好真實。大家根據自己嘅情況理性選擇，先至唔會買完之後後悔啊！如果想了解更多呢個樓盤嘅資訊呢，或者想睇其他珠海樓盤嘅評測，記得持續關注阿森嘅 channel，點個讚，我哋下期再見。